所以呢個係你係揸呢個動吉行噶啦。你平時點樣行啊？平時都係咁揸住呢個行啦。哦，咁樣行啊！你行兩步睇下，行兩步睇下。我都係一樣係咁樣行我。OK， 阿哥，我幫你做呢個記錄咧嚇，就希望大髀俾人哋睇，俾其他啲病人睇，好冇？可以冇？多謝你啊！帮他上车。很痛啊！很痛是不是？很痛这有进步一点吗？进步很多，进步很多。这里松了很多，这里松了很多。这里昨天做的松，早上松了。也松一点了哦，这今天更松一点，是不是？现在可以走路了哦。现在可以走了咯。这是不用拿这个人。现在不能拿这个了。白天讲的很痛我不是越来越痛啊，痛到我哎呀。多2天。慢慢行噶，得，行得，慢慢行啊。这个痛会引来以后杀身之祸。我跟各位讲，时间好像到了，有人在提醒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堂先講到這裡，好，接下來再。做好啲咗眼，好多咗眼。跟到變咗。運動啦。阿哥，依家點樣樣？依家點樣？好啲。好啲咗啊？行得咗啊？行得咗啦。行得咗啊？行兩步睇下。唔使揸動家咗係咪？唔使揸動家咗係咪？唔係，做咗腰型嗰隻，第幾擺呢次啊？第幾擺啊？第幾擺啊？第4擺啦。第4日啊，今日第4日嚟啊？係啊。好翻咗啊？OK。咁樣好。唔該。好。打膠質。唔使打膠質啦。你抽張片啦。值得鼓勵，值得鼓勵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何敬興。何敬興啊？係啦。咁你